學佛60問 EP13 靈魂，我係我佛慈 base。上次講過輪迴就好似打機咁，死完又重生，生完之後又再死。但喺主角後邊度咧，有冇一個永恆不變嘅靈魂去拎住個手掣呢？好多宗教其實都係屬於靈魂信仰，就算 New Age 或者民間信仰咧，好多時佢哋都係相信靈魂不滅，作為生死流轉嘅主體，肉身換完又換，但係靈魂係永遠不變。咁佛教當然就係唔相信有永恆不變嘅靈魂啦。我哋相信生滅無常，無論你係人、係鬼、係天人，都係暫時因為有因緣而生，因緣分散嘅時候咧，所有嘢都會毀滅。咁物質界嘅因緣，大至一個星球、一個星體或者一個宇宙，小至一花一草、一粒微塵或者一個原子，佢哋都係由內因同埋外緣所聚集而存在。而喺精神界咧，我哋就會講係由第八識阿賴耶識，佢就係連貫住生命嘅流轉，由前五識嘅身體去感覺，第六識嘅意念幫我哋去分析，第七識幫我哋揀啲嘢去做 auto save， 落到第八識嘅呢條 blockchain 嗰度記錄住我哋多生多世嘅所有 data。我哋做嘅每一件事，喺每一個念頭咧，都會種下一粒種子或者一個業嘅因落去呢一條 blockchain 嗰度。將來一有機會咧，種子時機成熟就會撈翻出嚟。下一次嘅行為即係現行或者業果，來來回回 save 完之後又攞翻出嚟 ，save 完之後攞翻出嚟，好似河流咁樣不停流轉，陪我哋經過多生多世嘅輪迴。咁記住，我哋冇一個永恆不變嘅我，所以我哋隨時隨地都可以改變我哋嘅壞嘅習慣，由改變一個細 loop 再斷埋輪迴呢一個大 loop。咁當你能夠斬斷晒煩惱，乜嘢都唔 save 嘅時候呢，就會顯現咗一個好超然嘅智慧，不再受業力束縛，就去到真正解脫嘅狀態。學佛60問 EP13，我哋下集再見。